下班了。阿姨。哎呀，你看你们工作太辛苦了，阿姨呀，给你们买了2张电影票，一会儿去看去啊，放松放松啊。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你以为我们会像韩剧里的男女主角一样吓得抱在一起吗？哎呦，好看就行了嘛，是吧？你们去玩啊，玩得开心点啊！我先走了哈，走了啊。那去吗？是吗？去吧。阿姨走了。还看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来，快点。不行，我又跑不动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有没有觉得像小时候？那时候你在前，我在后，跑不动了你就拉着我。现在换我拉着你。所以，这算不算我们第一次约会？算啊，作为假情侣的第一次约会，当然算了。那把假的变成真的怎么样？这还用考虑？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律所的汇报，所以能不能等我先通过了？以你的水平，通过应该不是难事吧？律所的竞争那么激烈，哪有你想那么容易啊？那我们打个赌，如果你通过了，你就做我女朋友；那如果我没通过呢？我愿赌服输，把我自己赔给你，做你男朋友。你这人正反不吃亏啊！你不反对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